愿大家好，咱来读心经啊，心经发这般若蜜多心经，观自在菩萨行心发这般若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向理主，即不无空，空不无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识，即是如是。向理主，是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。不清不净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，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。亦无老死心，无可执劣道，无智亦无定，亦无所执故，菩提萨埵，依法界般若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相故，远离颠倒妄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法界般若蜜多故，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依法界般若蜜多，是大成就是大愿受，是无上求，是无边边求，令度一切苦。真实不虚，故说法界般若蜜多时，一说就曰：揭谛，般若揭谛，般若经揭谛，菩提萨埵。真然好啊！林光云教授拢咧研究迄咒语哦，伊读出来音是揭谛。般若揭谛，般若经揭谛，菩提萨埵别个版本揭谛是别个版本，敢若有4、5种版本。无共时代的三宗法师翻的翻的真经，所以读出来无一样所以有统一思想。几啊古早印度人的翻译的音翻做台语的，真然好。即马要来读大本的啊。各位真言，咱来读《弥勒救苦真经》，不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回天。名报地路无三地，莲花印证可三生，六赞中原三千地，大成四川同和心，天津修缘挂线河，等待时节点心经，分雷震开无地破。天下神鬼不安宁，身在人间中华有，修炼正道归上心。莲花多有随玉线，修缘变化在波动。南北两极连中途，纯元果出在中央。老有降下方天桥。无应三情对合道，心意要著归家己，思念当来弥勒经。
用心持念本来求，多多经验去消生，积极世来结良主，用意点下化成因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界八难不来侵，要将生活心理界，将其从明智为心。有听邪人何说话？多选地马念无心，努了赞下定天寿，用心持念修神通，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神佛来对报，各各属灵动差必清。三观大地诸比主，下罪天者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心点文部各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今领36万众。五别灵官跟随天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乡义的安宁。八方神武为众岁，清练方法变神通，下地坐骑夜日月，调整神罗七宝星，推进八方为岁首。速成就恶化假兵，假求元人强义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灵王来助道，国家祥云去天空，十方天兵护佛家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。专道三阳弥勒尊，无妨得名遮下生，修福南严归正宗，往来道下真言寿，天下东来大众生。应以他路上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切神通大，持念两遍的调心，持念三遍神鬼下，望量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雷顺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灵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是可所。笑死哦！今年呢，食茶该食茶哦。今嘛要来学习孝心，天地中孝孝东先，一个孝字全家安，孝顺平生孝顺主。孝顺主下的名言，孝是人道第一步，孝主下世即为先。自古忠臣道孝主，本选贤臣之孝廉，尽心竭力孝父母，孝道不足感家兴。孝道贵在心中孝，孝亲亲戚莫讳言，少护人间不惜孝，回心服孝天理还，处处不顺应不孝，抓地孝灵三重天，孝道贵顺无他妙。孝顺不分女强男，福禄皆由孝义定。天上孝主令眼观，
经营可可好父庙，好敬父庙如敬天，好主口内有好语，好有面相待好然。公婆上边灵尽好，有了好来有了贤，如一相灵性合好，三强四德好在前，好在乡党人亲近，好在家中大小官，好主方言就款好。好华风俗人品端，生前好主声价贵，死后好主万古传。土地唯有好历代，好灵感动地合天，好经好文化好传，好古好庙好祖先，父庙先祖愿为好。今后就是好义人，为人000父庙后，下辈好主正娘还，当将父庙不知好，本后受强莫怨天，好主面大太和尚，日头出地自然安，天在应后不知好。天数地好就会难，好在心好不在貌，好贵实情不在言，好主地家传家乐，好主地国万民安，我国风景皆因好，一好即是太平年。名号不在贫和富，善体真心是好人。兄弟和睦即为好，阴阳两字把好传，好将咱厝建真好，好用满面成情感，父庙相传正义好，好事官赶亲影单。赶紧后来光阴快，天有我好地有天，生前好为好风为好，死后天好多风言，好顺传法好事报，好性温和好美感，若果贵女小弟好。好啊，宽博好情感，为人若是不知好，不如轻受是可怜。行万善好为首，当知好义是平原，良佛行善也是好。好强奋力消救天，大哉好福，大哉好，好义无强，好无边，诸天固固不离好，离好人伦天作天，良知十变千个好，良知百变万好传。千变万变常常念，消灾延难必好天哦，真很好。我要食第一该食哈。好，今年大家好，即马要来读道之宗旨，圣贤地。礼心明，爱国重视，尊敬专礼，好父母，重师尊，信朋友，和乡邻，解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千法五教圣人之二旨。
较遵守于公常之鼓励，细心直路，照假修真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知识，致力立人，致达达人，万世界为清平，化人心为良善。地世界为大道，礼本大同天，大道之行也。天下为公，宣贤以灵，当是受母，何人不夺亲其亲，不夺子其子，子若有所教。上有所要，就有所表，官官各作贵职者，皆有所要。男有君，女有贵，何恶其志于地也？不必动于己，亦恶其不吞于心也。不必为己，是故无必。而不听，而且乱接而不作，故为何而不避？是为大道。好，各位前人，咱来读《太上清净经》，我观法，大道无形，情欲天地，大道无情。本行日月，大道无名，拥有万物，我不知之灵，将灵活道，福德者，有清有道，有道有情，天经地道，天道地情，男情女道，男道女情。上本流月，自性万物，清者作之源，动者静之机，人灵相清净，天地色界归，无人心好清，是心要事，人心好清，是欲天事，将灵天地欲。自心自清，定其心，自心自清，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，所以不灵者，为心离定，欲离天也。行天之者，为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，为观其行。行无其行，观观其物，物无其物，三者既无，唯见离空，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既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既无，三言相息，息无所息。欲其灵性，欲其不生，即是真正，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净，常清净义，如此清净，将入天道，亦入天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是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令我之者，可传圣道，若分化，上士无精，下士好精，上得不得，下得不得，即表之者，不明得得。众生所以不得正道者，唯有妄心，只有妄
心，即经其行，必经其行，即着万物，必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，即意生贪求，即是烦恼，烦恼妄想，求苦真心，便则毒药，流浪生死，相沉苦海，顶失尽道，真常之道，五者自知，即五道者，常行正义。天然好啊！即摆来要读诸子治家结言诸子治家结言，美名结体，早早定图，要累为精阶，地分别界，欢色浓厚，一心自相见，一相一团。当初来自不异，万事万理，应量不列为根，以理物以交流，无人看为骨者，自方之事强弱，见体切勿流连，去枯即而结，往后正经约，因识着而精。观所如定修，不言化学，不无量劫，三科六合，是阴道之门，地理协调，为归房之福，东学无量顺理，切记严宗，多宗随愿，这事不可不行。子孙虽无，定数不可不托，其心不其欠托，教子教友其方，莫贪意外之财，莫饮贵良之酒。以见巧莫益，无见反疑。见强苦亲临，自家温顺，刻薄成家，理无纠偏，伦常乖顺，立见消亡，兄弟相必，自分得润化，中有累位，以发相殊言，天福缘，怪君约。彼是丈夫，丈主财，不富有，不成人主，皆女得家婿，无所强聘，传色求淑女，不计好良，见富贵，自生谦容者，最可喜，富贫强义，国交太者。见莫生，彼家盖正常，常则常乡，处世盖多言，言多必实，不是势力，以令别孤寒，无贪好福，以自杀生情，怪者自私，毁我必得，摧毁自甘。大德难行，力恶小，就必受其累，不是老行，亦即可相依，听听法言，安知非人之病所，从因来善书，定事相经。见知非我之不是，自定心暗想，是非无量，受因莫忘，万事当留于地，必宜不宜在恶，言有依情，不可定多即心，言有何患？
不可行以行心，天欲人见，不是真善，恶向人知，便是大恶，见识而起用心，报在妻女，力愿而用暗箭，何言子孙，家门何尊？虽用孙不给，亦有疑观，各可早完，即龙空无疑，自得自乐。学书自在圣贤，为关心准君国，修分安宁，顺时庆天，为人欲处，祝贺经验。诸辟罗书，诸主提家结缘相。好，咱班庄主作书记的，伊知影讲有两句哦，后壁佫拢欠4字哈，咱来读一下。迄个别个版本吼，迄有迄个字无共款的哈。啊，做比啊，当32叫有较长咧，食茶哩哈，哦。哦，各位真贤大家好，今仔日来读《三如经》，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色相远。过不教，情乃迁，教之道，贵以专，即明表，亦明处，诸不他，断其父，道远山，有其风，教我主，明古勇，用不教。夫之过，教不扬；书之道，书不察。为所宜，就不察。若何为？欲不道，不生气；言不察，不提劲。为人主，风小时，亲疏友。十礼仪，讲究流，令文色，好义亲，所动之，用注水，令用礼，第一种，以贤弟。修好地，处见文。地无数，色无闻，一二十，十二劫，劫二千，千二万，三载者，天地人，三公者，日月星，三公者，君臣义，父子亲，夫妇顺。法春夏，法秋冬，处处时，分不求，法南国，法西东，处处风，并河中，法水好，木金好，处五行，本河数，十干者，家之贵，十二支。诸子害，法通道，日所典，法切道，东中环，切道下，分乱结，五中华，在东北，法江河，法怀界，处处得，水之基，法大华，小行行，处五德。山之灵，法水龙，法公将，处处灵，国之良，法仁义，
内地性，出五常，不用门，下所生，有草木，出食物，天水陆，有强湖，有鸟兽，出动物，灵非作，得养小，灭数绝，出灭国，人所食，那有用，皆天死，出灭国，人所属，发喜怒，发爱苦，爱恶欲，七情苦，天切苦，结业结，出五邪，无所邪，生苦感，结心邪，出五味，口多含，见交香，结心气，精心出五HIV，病所HIV，老土结，木色金。喜脚乃发经，发经教，发气力，出数经，以表业，各经作，父以心，心以主，主以孙，主诸孙，地天经，乃九作，人之伦，父主因。夫妇长，兄则友，弟则兄，兄有属，友以平，君则敬，臣则忠，出十义，人所动，动顺处，物回归，当自衰，爱交公，事事满，我福中。每个下，欲书所，所略业，经不负，非书法，人强尊，意识义，刚率文，有古文，大小断，礼所记，不可乱，欲公学，苦其环，但落选。灵之源，还粉毛，树刚旧，上粉果，灵固毒，为学者，必有错，小学中，记述书，论理讲，20篇，君地主，义贤言，令主者，7篇记。刚得德，率仁义，作中庸，乃风气，相不偏，用不偏，作大学，乃天主，自修者，义平义，处处相，道天通，有六经，是可托，是主业，内遵修。河略经，东江球，有连山，有贵重，有九业，三业上，有颠簸，有混合，有细命，诸之恶，我就讲，作就礼，度略观，尊地体。大小大，助礼器，出圣言，礼乐地，发国风，发雅颂，向何处依？东方明，西帝王，春秋作，五百变，必贤恶，三团者，有公羊，有得失。有公良，天地灵，空学主，决其道，地其数，我主者，有顺良，文中主，接我中，定主通，学主数，可世贤，地将数，
如鱼龙至皇帝，河山河地上世，当有无何以地，将一顺清性世，下有有，上有通，有文武清三皇，下凡主大天下，数百载天下下，通法下，通国相，六百载至朝王，朝武王至杜朝，八百载最终九，九百光皇光对，天干科上有岁，四春秋将建国，五霸强七强春，平天时四天平，关二世好汉经，合作兴，汉业定，志傲平，王莽传，公武兴，为东汉，数百年，用年，为上河，秦汉鼎，河三国，七两尽，宋铁骑，苗廷时，为南条，多金陵，北汉魏，文东西，傅文经，傅歌节，大治隋，一波府，不再还，一方除，东河朔，一李书，杜隋乱，宋国基。40环300载，苗栗经，国内改，苗栗东进，汉州，前五代，改悠悠，严肃经，是周天，48环南北郡，辽阴经，大清帝，元烈经，绝宋世。地道国，朝天代，90年，国族会，大国兴，国大明，和洪武，高金陵，大成祖，天燕兵，16世，至崇祯，关严术，赵如林，李创顺。清气魂，清世祖，清英明，清曙风，吉大定，有康荣，立天家，民安富，地吉花，得邯郸，变乱起，施刑法，了道体，当公号，传统约。环九地，万清月，得明天，会地制，立宪法，建民国，保金属，专在主，在地乱，地平水，处随环，国有处，主地吉，汉书义，叫汉三。国治术，严正经，参方法，学术者，可实录，红果经，玉清木，少义所向心以为，表义书，识义书，识中义，书行土，古圣言，上天合。调中明，学罗伦，知技术，学声频，理方便，一下得赞，必无书，车地面，调天流，水气高，必不高，自轻破。如龙吟，如应算，
法随平，合不断，如虎心，如挂杂，心随流，有可作，所罗传27，四法分，学书之，必记诺，有归题，内交心，离多书，有名和82，对大平，为得书，必记行，用情逆消心，以立志，行8岁，令应思，第7岁，令护期，必应我，人生期，应有客，当好之，化文机，令变情，下得温，令应语，必如主，且聪明，逆男主，当主定，当流暗，空7岁，必心动，作正如，必虽有，心依术，密有合，免离地，有为者，亦若是，劝修也，非殊行，多不合，但为人，难破事，通量力，行不合，不如物，有离合，众义行，向地君，他直行，向明星，天父命，公以前，如以后，人为主，金万灵，我教主，为一经，勤有功，其无益，在其在，离免灭，三如经中。哦，各位前人，哦，大家都诚心诚意哦，读经读到12经啦吼，若真辛苦著喙角食着茶啊。咱今仔日诚心诚意来读经，有一点功德，要回向咱的去世父母，一点功德就要来回向咱的去世师长。有功德要来回向咱的冤亲债主，有一点功德要回向咱家己本人会当身体健康，心情平静，大家无烦恼会当来遮读经，有功德回向有祖先，有冤亲债主，有说师父长，回向家己本人，安尼。这个健康心情，这个平静，大家欢喜，安尼足感恩的，谢安尼，去搭食茶然后要，即摆若要学天语，要当过来学，咱想要问都认真的就对。感恩就是咱个老师食茶啊，行。老师，你看呐。水中去啦，呀，放几个水中去，安尼就是地上满啦。你总要搞管理，可能往地上满。要搞管理。地上满。回家哦。回家回家呢？我来骗你。我来俾讀啲嘢。讀邊啊？我見了。我來邊嚟哦。我來邊啦哈。回家呢？